此后2024年11月2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敬畏上主。圣经咱做来听读，但以理书第8章第19到27节。必杀撒做王第3年，我但以理看见第一个异象了后，阁有一个异象对我出现。我看见家己伫以兰省的苏珊城堡，徛伫乌来河边。我举头一个看，看到一只绵港徛伫河边，伊有2支长的角，其中一支比另外一支较长。较长迄支路尾才发出来。我看见迄只绵港往西、往北、往南直达，无一只动物挡伊画条，无一只会当走闪伊的威力。伊照家己的意思行来行去，耀武扬威。我还在想的时，阁看见一只山羊港对西边来，行透全地，骹无踏着土。这只山羊港伫伊2蕊目睭的中间，有一支真显目的角。伊去我拄则看到徛伫河边有2支角的绵羊港遐，对伊发射去，大力撞去。我看见伊挖近迄只绵羊港，气噗噗夹踏，踏甲绵羊港2支角拢断去，无力通反抗。山羊港甲绵羊港弄倒伫土骹，阁直直甲伊吞踏，无人会当甲伊解救。这只山羊港愈来愈苍手，到伊上勇壮的时，伊迄支大支角断去。对迄支角原来的所在，往天下4个方向发4支真显目的角。对迄中间的一支角，阁生一支细支角，往南、往北、往肥、阁水的地，愈发愈大支。大甲拄着天顶万象，会当将天顶万象甲星辰射落地面，甲因吞踏。伊自高自大，想讲家己会当甲天上的元帅比拼。伊禁止人逐日献祭予天上的元帅，阁毁坏元帅的圣所。伊强迫性的子民伫逐日献祭的事犯罪。伊阁将真理刻伫涂骹，这个事伊拢做了真顺利。后来，我听见一个圣者伫讲话，阁有另外一个圣者对头一个圣者讲：逐日着献的祭受禁止，互地荒废的罪，圣所甲子民受吞踏，这异象伫时会实现。伊甲我讲，过2300暝日，圣所就一定会得到洁净。我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拄想要知迄个意思的时，忽然有一位亲像人的款式的徛伫我的面前。我阁听见乌来河遐有人的声话讲，加比勒着互这个人明白这个异象。伊就来我徛的所在，伊一个到，我真惊吓，面趴伫涂骹。伊甲我讲：人啊，你着了解，这异象有关系历史的终局。伊对我讲话时，我昏倒，面往涂骹。伊甲我摸，甲我扶起来。伊讲：我甲你指示
上帝停止发大受气的时会发生的代志，这甲上帝所制定历史的终局的时间有关。你看到迄只有两支角的苗港，是指米利亚王甲波斯皇帝。迄只山羊港就是希腊王，两对目睭中间的大支角就是希腊第一个王。关系大支角断去，搁对角的下面发四支角出来，就是有四个王要对迄个国生出来。毋过势力拢不比迄个国。这四个国到末期最后灌满的时，一定会有一个王兴起，伊面貌凶恶，诡计多端。伊的权柄非常大，毋过毋是因为伊家己的才调，伊会造成非常大的毁灭，为当照家己的意思顺利进行，阁会毁灭有权力的人甲神的子民。伊真奸诈，咬用诡计，互伊要做的事顺利进行。伊自高自大，为趁人无防备的时害死真侪人，阁要起来敌对万王的王。毋过伊会互超过人能力的溃力，甲伊消灭。以上所讲2300米日的异象，拢会发生。毋过你着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关系将来真久的事。因为安尼，我但以理非常野心，破病几若日，后来才起来办理王交代的正事。我因为这个异象惊吓困扰，因为未了解异象的意思。敬畏上主，无人会当确保家己伫咧诠释异象异梦的时，会当将完整的真理讲述出来。假使有人宣称家己明白上帝心意，也是会当发出预言，解说奥秘。伫我来看，这类的人若毋是神棍，就是无知。假使一个人会当轻易将上主的启示挂踮家己的喙，迄人真可能是将真理偏狭角。伫现实处境中间，咱就通发现袂少牧者和信徒轻易甲上主对我讲即句话放踮伫讲道和日常生活的对话呢。这有可能是一种灵性上的自恋，也是骄傲，为了兑现自我的敬虔和与众不同。当然，这并不是代表上主袂对人讲话，是身为基督徒的咱，应该小心翼翼面对上主赏赐的感动甲恩典。彼得森牧师伊捌提醒信徒，莫将上主化约诚做是客体。简单来讲，上主毋是咱会当定义的一种观念、财物，也是一种感动尔尔。不过，咱发现今仔日教会宣讲的语言愈来愈单一，信息疲软无力。虽然讲的是激励人心的耶稣听你，却简单停留踮伫口头会听，无教导人敬畏上主。结果，异象化约诚做听的都停，省略上主的受气审判，敢若强调耶稣听你，却毋知影爱敬畏畏惧上主。也学得真正体会上主的慈爱。当人敬畏上主，才会明白恩典临到的时是偌尔啊震撼甲感动。现在教会面临的挑战是经常需要借着外在刺激，互家己
感受上主的同在。无论是音乐聚会，还是强调灵魂有言的课程，这个拢毋是基督信仰上界重要的元素，却往往互看做是头项都爱去奉行的。米迦书第6章第8节讲到，上主对咱的要求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个基本的指示甲能力无关，却甲内心的状态有关，甚至咧考问咱，伫信仰的中间，什么才是上界重要的？本段的叙述讲到终局，看若像是审判得要到，却也是恩典来临。上主借着基督耶稣教导咱的主祷文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到永远。这个内容无一项是人的手会当打造的，也是拢出自上帝伊的力量甲荣耀。咱活踮伫伊的应允中间，有伊的同在和保护，无论去倒位，拢是伊的国度。伫伊的掌权，咱就会明白，伫上主的面前，咱只有着敬畏。默想，我有敬畏上主无？还是干那强调耶稣听你，却一点仔都无想要讲到审判？我有因为敬畏上主，体会恩典临到的震撼甲感动无？我有敬畏上主无？还是只有简单强调耶稣听你，却一点仔都无想要讲到审判？我有因为敬畏上主，体会恩典临到的震撼甲感动无？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主，请你开启我的心眼，我察觉你的临在，搁伫生活中体会上帝国具体呈现，互我照着你的慈爱，行伫真理的道路。感谢你照着真理的教导，互我学习灵敏。你展现家己的性命，互我因着敬畏得到盼望，伫你内面得到安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